音乐圈掀起向经典电影致敬的风，除了蔡依林向港片致敬，最近马念先和9M88合作的新歌《你朝我的方向走来》也重现经典片《黑色追击令》和《拿破仑炸药》的片段。过去不少歌曲都对《黑色追击令》致敬，经典地位永不退烧。你朝我的方向走来，忍耐，我们不能只有 Digital 9M88，马念先以复古恋爱风合作推出新歌《你朝我的方向走来》，上线1礼拜，突破70万观看人次。MV 结尾上演青春校园喜剧《拿破仑炸药》的片段，马念先特地穿上男主角的白 T shirt， 在座位上跳起怪咖舞，也向这部片致敬。你朝我的方向走来，遇见你以后，一闭上眼都是好梦。影厅大荧幕前跳起双人舞，重现《黑色追击令》经典画面。和约翰屈服塔以及乌玛舒曼穿上一样的白衬衫、西装外套，音乐圈掀起向电影致敬风潮，其中《黑色追击令》成为常客。雅丽安娜 God is a woman， 我将怀着巨大的仇恨和极致的愤怒，打翻那些胆敢荼毒和残害雅丽安娜的歌曲。God is a woman 中，马丹娜的叫喊正是山谋杰克森在电影中的经典口白，还有韩团 Twice。子瑜和 Momo 在舞厅中央大跳双人舞，这段画面也在致敬《黑色追击令》，鬼才大导昆汀·塔伦提诺最著名的电影，地位永不退烧。